朋友啊，溪考台语汉字，我算得趣味。不过我无法度讲什么叫做台语正字，因为要讲正字，就要先了解古今字、通假字、异体字、同源字、假借字、俗字等等一大堆。我毋是专家学者，只是我提出的台语汉字，拢是有字音字义。当然啦，若是感觉无理，嘛请你甲我训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精生，嘛会当念精生。精生的意思呢，就譬如讲咱厝饲的鸡啦、鸭啦、鹅啦，或者是猪、狗、牛、羊这些动物，有时嘛有用来骂人。教部台语词典是用这个精生，我是感觉用这个精生嘛袂歹。精生这个词呢，伫和仙古宝卷内底就有写着。精生勇敢不惜语，一道阴丝把华伦，阴间回弯温条过，牛羊牵马不用情，才时精生霎时人，霎时人心变精生。过来呢，讲精这个音，空虚字典，这里呢有写主人切音精，顶悬的低音就明确的表示这个字念精。不过嘛是搁再甲大家报告切音的方式。切音呢，就是用两字来切出字的音。切音的规则，第一字定阴阳，取伊的声母；第二字定平响气入，取伊的韵母。主人切，主呢，嘛念做之，之是第一声属音，取伊的声母之。人呢是第五声属平，取伊的韵母音。之音音平声，就切出精这个音啊。所以精生或者是精生，用这个精生应该会使啦。以上是恒春仔认为精生用字的看法，互恁参考。台语顾门口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